主后2023年2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诚实的性命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。约瑟互人带落去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，就是法老的人臣，是为长波提法。对遐以实玛利人将约瑟买去，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伊住伫主人埃及人波提法因兜，伊的主人看见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佮上主互约瑟所做的事拢顺利，就介意约瑟，互约瑟伫身躯边服侍。主人派约瑟管理伊的家，将所有的拢授权互伊。对迄时开始，上主因为约瑟的缘故，祝福互迄个埃及人的家。上主祝福迄个埃及人的家庭，甲田园所有的。迄个埃及人将伊一切所有的拢授权互约瑟。伊所食的物以外，伊拢无得管。约瑟生做缘投，体格好。这代志以后，约瑟的女主人甲伊洗目尾，对伊讲：“来甲我困。”约瑟毋肯，对伊的女主人讲：“你知，主人已经将伊所有的交代我，有我伫遮，主人就拢毋免操烦。伫即个家，无人比我较大。你以外，伊无一项无交互我，因为你是伊的某。安尼，我通做即个款极歹的事，得罪上帝。”女主人虽然逐日安尼甲约瑟引诱，毋过约瑟毋肯听伊的话，拢无甲伊做伙困，嘛无要甲伊做伙。有一日，约瑟入去厝内办代志，厝内拢无人。女主人揪伊的衫讲：“你来甲我困。”约瑟将衫放伫伊的手，走出去外面。女主人看到约瑟将衫放互伊，搁走出去外面，就叫家内的人来，甲因讲：“恁看咧，主人甲一个希伯来人带入来咱厝内戏弄咱。伊来我遮要甲我困，我就大声喊。伊听到我出声喊，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，走出去外面。”妇人人将约瑟的衫收伫伊遐，等候约瑟的主人倒来。伊对伊的丈夫讲这个代志，讲：“你带来咱遮迄个希伯来奴隶入来我遮，要戏弄我。我一个大声喊，伊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，走出去外面。”约瑟的主人听到伊的某对伊讲：“你的奴隶安尼对待我，就非常生气。”约瑟的主人将伊关伫得关王的犯人的监狱。对安尼，约瑟就伫遐坐监。毋过，上主甲约瑟同在，施恩互伊，互监狱长介意伊。监狱长就将监狱内面的犯人拢交互约瑟处理。监狱内面所有代志拢是伊伫处理，所有交互约瑟办理的代志，监狱长完全信任，因为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以上，诚实的性命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：有一个人去应征头路，好不容易到伫最后一关，是头家亲自面试。当伊行入办公室，头家徛起来，握伊的手讲：“
感谢你伫旧年救着我的查某囝。这位应征者应讲：我并无救过你的查某囝，你一定认着人。听着应征者的话，头家也是讲，伊就是救伊查某囝的温情人。所以，应征者详细解说，讲伊并毋是救头家查某囝的人。头家听了，轻轻啊搭伊的肩胛头，讲：少年人，你明仔通来我的公司上班。原来，头家互这位应征者的成绩感动着。当时，伊若像有出卡的机会，总是伊并无选择投机，反倒是选择诚实。可见，诚实对一个人来讲是重要的品格。今仔日，咱要对约瑟的信上学习诚信搁实在的功课。约瑟经历波折来伫波提乏的家，后来做总管，这是一个非常公营的职位。波提乏交代约瑟去办的代志，伊拢一一达成任务。波提乏过去可能无拄过值得信任的仆人，当伊拄着忠诚的约瑟，就委派伊管理家务和伊一切的所有。波提乏发现约瑟所信的上主甲伊同在，囡仔交互约瑟的代志一定拢真顺序妥当。对创世纪39章第5节的经文，通看到约瑟是上主所重用的仆人，伊毋但互家己得到福气，也互周边的人同齐得福。约瑟伫波提乏的家内，虽然得到上介悬的职务，却毋是凡事拢通顺利。眼前的女主人就是一个真大的试探。约瑟为着要回应波提乏的重用，诚实拒绝女主人的诱惑。经文并无提到约瑟为家己做辩护，只是讲述伊渐渐承受侮辱甲误解。我相信约瑟是对家己的良知负责任，无需要人辩解家己的诚信和实在。一般人可能会为家己的清白极力争辩，特别伫讲究个人权益的现代，咱不时伫新闻中看到人甲人之间为了个人权益纷争，极力为家己的清白辩解。约瑟是一个诚实阁有智慧的人，伊相信上主会伫这件代志的顶面为伊主持公道，就亲像罗马书12章19节保罗提醒的，主讲伸冤在伫我会报应。约瑟用沉默面对波提乏对伊的惩罚，这个沉默并无代表默认，是一种无声的力量。兄弟姊妹，活伫这个真热价值观互扭曲的世代，咱着安怎秉持信仰良知和忠诚的品格呢？无论伫职场也好，伫教会也好，基督徒着安怎甲人斗阵做伙呢？这在考验咱的信仰智慧。咱若愿意用诚信甲人交往，人要认捌基督信仰的好处。信仰毋尔简单是伫口头讲的就好，是爱伫行为的顶面活出诚信和实在的性命。默想伫职场、学校、教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，我安怎持守诚信和实在的生命品格？伫职场、学校、教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，
我要安怎持守诚信和实在的生命品格？咱来祈祷，信实的上主，求你互我的生命因为你的话改变，互人看见信仰的真义，互人因为我的信仰得到福气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